拉链的习惯都是习惯性的单推拉的，因为你双推拉的话，跟单推拉有什么区别？没区别，它只是说左右可以开，但是你打开的空间还是跟单推拉一样的。你看这里只能开切一站。不一边，对，另一边就不能动。相当于你双推拉的话，你左右推你也能开半个床，它这样的话就方便一点。所以说美式跟欧式的话区别就挺大的。它这样的话密封性好一点，因为你是固定的，它就是密封好一点。你双推拉的话，你密封